继续来看行政院三读地方的补助款，引发到地方的不满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昨到屏东视察，讲立委在审查预算表决的时阵，若支持中央政府者，将会优先协助因所属的地方政府来解决掉经费的问题。杜院长讲，这不是报复，这是一个轮回。这是引来到台中市长罗秀燕的批评，讲杜英泰无民意的基础，是总统任命的，这种的发言无价无关度，恐惊会伤害到大总统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回击讲，这哪是轮回，这根本就是清算。这哪是轮回？这是清算。政治会使有立场，但是袂使无良心啦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批评行政院长杜英泰轮回讲法，中央督调一半性补助款，甲地方的对呛。院长他没有民意基础，他是总统提名，那也因此呢，我觉得院长讲话要慎重，那否则的话也会影响到总统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有失高度那希望院长能够收回这样的话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更加要求杜英泰应该知所进退，因为即马被评出英国由南北领衔提案，若是讲总产检数目达到939亿外话，爱补助，被讲是众议选发生这济争议最主要的原因。万恶之源就是这一个提案，如果没有黄国昌说要删到让全体国人有感，如果没有傅昆萁附和黄国昌统删939亿，不会有今天全民承受的恶果。2025年是史上最高的预算，3兆1000多亿。在3减的通案提案当中，我们完全没有一个字提到要去删地方政府的补助款。结果卓荣泰把他们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应该有的春节，他1块都不愿意春节。国民党立委吴宗宪更加提议，若是政府要以立委敢有支持来决定预算的分配，那你民众买单归去卖纳税，调也超袂平，地方补助款的战场是愈舞愈大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